我第二站来，困有先是地高飞，本现可最高，张冠真是有下面，好无啥听谈，英雄强比客气分享。永远我做先生，使阮听梦。真正愿主会当使咱听，甲咱有愿望，互咱会当真正同齐行主的路。好，咱搁来唱另外一首。今日是主设立最圣，好，来麻烦。今日来，今日是主设立最圣，我着专心来伫安宁，求主今日点我心内。三个来敬拜。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平安。这时礼拜伫要开始，请咱将手机仔关机，备办心来敬拜。请奏乐。
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牧养的羊群，是伊照顾的子民。请咱做伙来吟圣诗，来学罗上帝。圣诗第274首，圣诗第274首，今日是主设立做圣，请咱起立。徛伫当心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同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咱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活命。阿门。这是咱同心来启应，启应文第64篇，启应文第64篇，也就是雅各书第1篇，有记载伫圣诗的后面第1117页。现着咱来交谈，咱来启应。亲爱兄弟姊妹，毋通受欺骗。一切美好的赏赐，甲一切温顺，是对天顶的光明的源头所赐。伊无改变，嘛无天体转世引起的影。依照家己的旨意，用真理的道来做咱，互咱伫受造的万物中有上重要的地位。亲爱兄弟姊妹，着知，逐个人着急要听，毋通急要讲，毋通急要受气。这声。因为人的生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着消除一切拉散的习惯，甲惯满的邪恶。着用热心接纳迄个心内会当救恁的道理。着实行道理。毋通骗家己讲简单听道理就好。简单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
做伫伊泉水声款，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个离开。随时袂记你家己生做啥款。毋过有伫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律法，阁有伫坚守的人，伊的所做一定会得到上帝祝福。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毋是听了就袂记哩，若有人想讲家己真健全，毋过无控制家己的喙舌，是伫欺骗家己。做人的健全拢无路用，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去保守家己无染着世俗的腐败，对被上帝看起来。这才是纯全无缺点的健全。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愿欢喜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你的名是应该受侮辱的，阮的所有拢是你所赏赐。你是丰盛的主，赏赐互阮有够爷的恩典，互阮拢无欠缺。阮知，阮实在是真软弱，时常会做出无合上帝旨意的代志。求主嘛怜悯阮遮有罪的人，赦免阮的过犯，将阮伫罪恶中拯救出来，嘛有重新悔改的机会。主啊，感谢你遮尔啊疼阮，阁将你的独生圣囝赐互阮，照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互阮甲你过好。阮也欢喜将家己奉献互你，为主做工，靠主的名，会当带搁较侪人来认捌你，宣扬主的福音。即时也恳求主甲阮敬听的林牧师三家弟弟，互阮对牧师的讲道中，搁较来认捌主。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咱来同心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5章36到39节。请咱掀开周报第3页。现着我来读。耶稣阁用一个譬如甲因讲：无人拆新衫来补旧衫，若安尼做，伊若新衫拆破，拆起来迄个新布甲旧衫嘛袂合，嘛无人将新酒入伫旧被底。若安尼做，新酒会甲被底逼破，酒流出来，被底嘛歹去，新酒就入伫新被底。无人啉旧酒了后爱啉新酒，人拢会讲，也是旧酒较好。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即时，咱要请主日学来带咱学罗上帝。因所要因的诗歌是《神差爱子》。
愿一切水的歌声，成做芳芳的祭，到上帝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恩。今仔日为咱正道的是林耀新牧师，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观念改变，先接圣神更新。将时间交予牧师。来，兄弟平安。主耶稣捌讲过一个比喻，伊讲伊要用啥物话来比评即个世代？伊讲那亲像即个迄个囡仔坐伫咧鸡市内面，伫遐咧彼此伫遐咧喊叫，讲阮为恁分担仔，恁无跳舞；阮唱哀歌，恁无啼哭。今说咧约翰来，无食饼，也无啉酒。恁讲伊是互贵妇，恁主来也食也啉，恁讲伊是贪食好酒的，是安尼，即个抽象甲即个罪人的朋友。当耶稣伊讲安尼迄个比喻的时阵，伫遐咧比拼的是伫咧当初时迄当阵的犹太人，因的迄个信仰只有干那迄个表面的，无法度安尼将因家己的迄个真实的迄个性命来甲迄个信仰的性命来挖出来。所以其他耶稣迄个伊所讲的迄款的比喻甲咱毋是伊所形容的，毋是咱吼。家己隔壁的人讲牧师讲的毋是我，嘛毋是你。希望即个圣神的即个咱讲圣灵的浪潮吼起来的时阵，咱会通真正安尼拢讲爬上即个迄个咱讲迄个水迄个波浪有无吼？迄个海涌吼，当海涌涌起来的时阵，亲像迄个咧坐迄个咧迄个划冲浪的迄个冲浪板安尼吼，会用起立到伫迄个冲浪迄个海涌的迄个上顶面。对着即个浪，安尼一直向前行，共款吼。咱嘛是共款需要来安尼爬起到伫即个圣神的即个波浪的顶面，互主的神来带咱来往前行。咱也互更较侪人会通照着咱来听着主的福音，嘛接受主耶稣诚做因的救主。咱同心来祈祷。天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主，阮期待阮毋是干那坐咧听，乃是阮要因为有主你圣神伫阮内心的感动，阮欢喜起来行，行主你所爱阮所行的，也互你的话会通真实来成做阮的快乐甲帮赞。愿你的神不断来激励阮，帮助阮。互阮会通成做主你所欢喜的门徒，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耶稣伊捌用着一个比喻来讲着即个圣神的工作，甲咱着咱的迄个愿意改变的迄款安尼的关系。伫咱今仔日所读的即段经文内面，法利赛人伊伫遐来安尼，伫遐来埋怨讲。是讲伫遐来质疑，讲耶稣的门徒拢无敬正。耶稣就针对着即个法利赛人的迄款的反应，提出着讲无人安尼将即个新酒安尼放伫咧即个旧皮地内面。那安尼的时阵，迄个新酒会甲即个皮地安怎逼破，酒就流出来，皮地嘛歹去。新酒就安尼应该就爱伫咧即个新皮地。我毋知影恁捌看过迄个因伫咧即个中东的迄个所在，因的迄款的迄个皮地是安那爱放伫咧迄个新酒爱放伫咧新皮地，是因为新酒伊还阁当咧发酵，所以伫咧发酵的过程内面会产生空气。所以，迄个皮地，咱若无法度用新的皮地时阵，用旧的皮地，因为伊已经规个已经过，已经讲咱讲已经春秋过啊。所以，当你若用新酒甲放伫咧旧皮地时阵，伊的即个旧皮地，因为即个新酒伊还咧发酵，就会规个一直胀气起来了，
规个批地全规个变破去吼。法利赛人伊伫咧埋怨，伊迄款的埋怨是出伫咧伊迄种旧批地迄款的迄种的性情，也就是因的内面，因对伫咧迄个敬正的迄个观念犹原阁留伫咧迄个旧的观念内面，所以旧的批地无法度承接迄个新的酒，所以伊会安尼逼迫来破裂，所以新酒必须要装伫咧即个新的即个批地内面。酒伫咧即个圣经的内面，时常来有表着即个圣神的作为。咱伫咧即个以弗所书内面嘛有讲过，讲毋通酒醉，酒醉会安怎，互恁败坏，反倒就应该互圣神来得到充满。所以圣神的迄款的迄落要，咱讲迄个要安尼浇灌吼。伫咧咱的内面的时阵，但是咱必须要有一个新的迄个批地来去安尼装着即个圣神，要来安尼点伫咱的内面。所以批地是咱一个真对咱来讲，就是咱内面的迄款的迄个观念。即个旧的批地就是迄个旧的观念，袂通去承接迄个圣神的迄款的工作。咱爱对着即个咱会对即个圣神的工作产生侪的怀疑，甚至是排斥。只有当咱预备好势，咱预备了迄个新的批地，咱伫咧内面就是迄个用着迄个新的观念咱才有法度去承接着迄个圣神的作为，甲伊的工作伫咱的内面。咱若愿意来改变，就会通承接着迄个圣神浇灌伫咱的迄个。咱内面的迄款安尼一个工作，反倒来讲，咱若是只有干那伫遐坚持着侪这旧的观念，就将迄个有法度原德本地的迄个改变，成做咱教会的迄个复兴的一个咱讲阻碍。当时法利赛人因坚持因家己的迄个传统，甲侪这人的这条例。至到安怎无法度接受耶稣，以及伊所行的一寡遮奇妙的遮作为，同款现今上帝爱将着伊的迄个新酒要来安尼灌压落来，咱兼有迄个新的批地，要来去承接着主的迄个新的酒。新的酒需要用着新批地来底。圣神的工作也需要有迄个属上帝迄款安尼观念来去承接，咱的观念必须要安尼来得到改变，才有法度去对着即个圣神的工作安尼有一个咱讲积极的迄款的安尼反应。你伫咧咱看见咱即马咱的即个世代，咱就会通更较了解着，咱的世代是哪来哪接近主。过来的日，即个幕后教会面对的即个挑战，就是爱安尼透过着迄个你看卖讲，即马侪教会内面安尼讲去进入去，也是讲安尼渗透入去教会侪遮个巴比伦的即个体系。过去咱捌提过着即个巴比伦的体系就是一个属世体系。是一个用着自我的迄款的迄种自我中心的迄款的体系，伊伫迄个中间，敢若伫遐来提倡种高举为着家己挖靠家己，甚至是满足家己，来高举家己的一个体系。就算讲是侪遮听主的遮基督徒因嘛真无细意就伫咧不知不觉的中间，怎啊？活伫咧迄款安尼的体系的内面，只有当咱伫遐来坚持，转去到伫迄个咱信仰的三个基础，也就是牧师一直不断伫遐强调的，用耶稣诚做咱的模范，圣经诚做咱的准则，圣神是咱的引带，以及两个真要紧的一个咱信仰的核心，就是咱应该互耶稣伫咱的心内做王，互耶稣得到一切荣光。咱才有法度去伫咧咱的生命内面不断伫遐来分辨，来伫遐清楚分辨讲，什么是巴比伦的体系？迄个
佫着有法度去分辨什么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佫用着即个属上帝即个信仰的安尼迄款的体系来去代替即个属原底不底即个属上帝的体系，安尼咱才有法度真正伫咱的内心内面建立一个属上帝体系迄款安尼的一个信仰。咱个人的迄个观念的迄款的改变，就会带来咱个人的迄款的复兴。教会改变，迄个教会观念的迄款的改变，就会带来教会的复兴。教会复兴就会带来迄个规个上帝国的迄款的伊的建立，互咱会通迎接一个咱即个末后要来的迄款的迄个大的复兴。也就是讲，当主过来日的时阵，咱敢已经拢准备好势啊？咱犹原是搁活伫咧迄个即个俗世的迄个体系，迄个巴比伦的体系，是咱已经被万变，咱活伫咧迄个俗上帝体系迄款安尼的信仰，咱才有法度来去承接即个主的日要临到的时阵，咱已经被万变。所以咱迄个观念、迄个改变，咱的性命的改变，以及咱规个生活的改变，是一个真要紧。咱需要好好去反省咱即马所活伫咱的到底咱活伫咧什么款的情形内面。所以迄个改变是对迄个观念来开始，因为迄个观念影响着咱规个个人，就较亲像讲观念影响着咱生活的原则。迄个原则影响着咱伫咧每一件代志顶面的迄个选择，佮观念影响着咱的感觉，感觉影响咱对伫每一件代志的迄款的态度。迄个观念影响着咱对每一件代志咱的迄个策略，甲着咱所到底咱要安怎来去做。只策略佮影响咱，佮过来咱要怎样行？咱的观念伫咧咱的规个思想内面，影响着咱的规个决定，甲着咱的回应。伫咧情感上影响着咱的迄个反应，甲着咱的迄个规个人迄个款的感受。伫咧迄个意志上，影响着咱的规个价值观，甲着咱的规个迄个人生的迄个方向。举例来讲，若是有一个人伊看家己安尼非常的无路用。当人互伊有机会安尼参与伫咧教会服侍的时阵，伊会安怎？伊会拒绝，伊会讲我拢做含慢的，我啥拢袂晓。伊的观念内面影响着伊的选择，因为伊的观念内面，伊认为伊家己是无路用的，所以伊选择啥物货？伊选择拒绝。当伊面对着安尼迄个挫败的时阵伊就伫迄个中间，伊伫遐有侪的迄种安尼，咱讲沮丧，迄款安尼感觉安尼真无路用，迄款的感觉伊就真容易伫迄个中间来放弃伊所要做的代志。所以迄个放弃是啥物款？就是伊选择迄款安尼的态度，结果来就是伊迄个观念就影响着伊规个迄款的态度。过来就是，当伊伫咧中间，伊面对一个真大的挑战的时阵，伫咱的生命内面，犹原共款有侪迄款的大的挑战的时阵，当人伊若伫遐选择伫遐来安尼迄个咱讲退缩，伫遐求退，伫迄个中间，伊选择迄款安尼迄个策略的时阵，伊来伫遐来倒撇，所以伊选择无有任何的行动，伊伫迄个中间，伊的观念来影响着伊规个行动，但是反倒来讲，如果若一个人，伊看家己是一个无路用的，但是伊却是伊看见伊伫咧伊迄个背后，伊有一个真伟大的上帝伫咧伊的内面，伊就开始来伫遐来改变，伊伫遐来面对着同款的情形的局面，伊会做出一个正确的迄款的，咱讲迄个正面的，也是讲真正极的迄款的迄种的回应。换句话来讲，就讲咱的迄个观念会改变咱的生命，决定咱的生活的迄款的方式。伫圣经内面，犹原共款有一个记载，会通来讲做咱的一个真
一个参考，就是当耶稣安尼伊安尼甲着遮个门徒伊找着遮个门徒安尼两个安尼出去伫遐来传福音的时阵，遮个门徒后来因着安尼当因去宣告了转来了后，安尼因就真欢喜来耶稣伫遐来报告讲阮安尼所伫咧服侍过程内面，阮所经历到的到底是啥物款？耶稣看到着遮个门徒因所服侍安尼真正着磨，伫遐安尼有侪的劳苦，伊连食饭的时间就无，就带着门徒安怎？伫遐坐着船，安尼去到伫即个旷野的所在，伊爱因伫迄个中间伫遐来休困。因一个落船了，结果发现就是因看见一大群人已经伫咧遐等待耶稣的临到，因为即阵人因伫遐咧找无耶稣的时阵，因伫遐决定讲探听着耶稣要去到伫加利利海的对岸。因就已经先大声去到迄边伫遐来等待耶稣，所以当耶稣伊一落船看见遐侪人的时阵，咱会用想象讲，如果你若是门徒，你已经服侍了非常的忝，安尼，你即个时阵，甚至耶稣嘛甲咱讲，甲伊讲咱要来去对岸去旷野的所在来休困。安尼时阵，你是主的门徒，你有啥物款的反应？大家人拢已经非常的忝，需要伫遐来休困的时阵，也检采希望会通赶紧讲，无赶紧的甲遮个人赶紧的甲因安尼，甲因找离开，互因赶紧的离开。但是伫即个中间，耶稣因怎样反应？耶稣伊怎样回应？耶稣看见因，就亲像羊无有牧者共款，无有牧者的羊，就那亲像得要死去的迄个羊共款。伫咧耶稣的观念内面，即群人就那亲像是得要死去的人。安尼迄款的观念来，互耶稣对伫即群人，伊产生了安尼迄款的怜悯的迄款的感觉。伊伫咧中间，迄个观念开始产生了迄个感觉，伊后来伊就有一个态度，伊改变伊原底本底的迄款的计划，伊选择伊来放弃掉迄个休困，来留落来，甲着即群人伫遐来同在。所以伊的观念也改变伊原底本底伊的迄个原则，伊后来伊就有做出另外一个搁较正面的迄款的选择。伊安尼救即群人的策略是啥物款的策略？伊就是马上安尼分享上帝话，互即阵安尼伫咧旷野伫遐咧安尼，咱讲嗷嗷待哺的即群的遮个百姓。所以耶稣就留落来伫遐来教导因，用着观念，后来伊用着一个策略，伊做出一个行动。就是伊伫迄中间留落来教导因，可见迄个对观念来影响着一个人的迄个生活方式，甲着迄款的伊的反应。所以每一摆的迄个考验，拢是咱伫遐来经验上帝伊要引带咱的一个机会。所以不管是伫咧咱的身心，咱的身上。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咱爱真清楚知影，就是迄拢是主伊所赏赐互咱的一个真好的机会，要互咱对伫上帝会通有更较侪的迄个认捌甲着对上帝有更较侪迄个对伊迄个款的信，甲着迄款的迄个态度的迄个改变，甲着迄个有迄个坚强的迄款的迄个信仰，伫咧考验咱。对伫上帝咱会用想象讲伫咧咱安尼考验咱，敢会伫咧对上帝的迄款的求生涯的过程内面，希望会通伫遐来度过难关。但是咧，上帝伊却是搁较期待的是，伊伫遐期待咱对伊有搁较侪的迄款的认捌，甲着迄款的性命的改变。
毋是干那伫遐一遍搁一遍来伫遐经验着迄款迄个上帝的心意临到伫伊。因为咱若照着今仔日咱所读的即段，咱即马马可福音的即段经文，即段经文是一个什么款的经文？就是主耶稣互5000人食饱的一个经文。当上帝伊伫迄个带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上帝带领以色列人来到伫一条的迄个死路，也就是面前是拄着一大片的红海。因去到伫迄个所在的时阵，面对着后壁即个法老的迄个军队来甲因包围。上帝伊伫迄中间，互即个红海来安尼来甲分开，拯救着以色列人。同时伫咧迄中间，法老的即个军队就安尼，互即个红海的水来甲因淹没。就算讲是安尼，这是一个真遐尼大的心意，透过着安尼迄个款安尼的经历，摩西对上帝伊有一个更较深的迄款的认识，对上帝有一更较大的信心。伊认识着上帝带领，就算讲是面对着死路、绝路，上帝有缘会开路。这互迄个摩西伊后来伊续接来搁过来的迄个行程，伊无论伊拄着偌尼大的迄款的挑战，伊总是先来到伫上帝面前，伫遐来主来伫遐求救，来继续来仰望上帝，搁相信上帝，搁迄个同款，咱能看同款的迄个记载内面，同款经历着迄个遐尼大的心意，遐以色列百姓。因却是甲摩西无共款，因对着上帝迄款的信心维持偌久。咱若是对伫迄个出埃及记，咱就通知影，伫迄段迄个记载内面，以色列的百姓伊对上帝的信心只有维持3天。因伫迄个中间，伫遐经历安尼心意遐尼大的心意了。3天了，当因找袂伫咧旷野找袂着迄个水的时阵，因就开始伫遐来埋怨摩西。因伫遐埋怨摩西，其实就是咧埋怨啥物人？伫遐埋怨上帝。可见迄个心意敢若有法度影响人一时久哦，但是迄个观念会通改变人一生。所以咱安尼毋通敢若只有伫遐期待要。不断伫遐来经历着神意，咱需要更较重要的是，咱要互上帝伫咧咱的各种的环境内面去改变咱的迄款的观念，互咱会通更较明白伊。所以今仔日上帝伊有缘，互咱一个机会，互咱会通过来更较大的来明白伊。上帝伊透过着即个。咱搁过来伫咧4月17以及到4月16的即2天的即个爱在4月天的即个福音见证的迄个音乐暗会，甲着即个国外节的即个福音主日，伊伫遐要互咱搁一摆来经验着伊迄个伊安怎改变人迄个性命安尼迄个大能，咱会通来选择来相信上帝，伊要怎样来带领人。同齐来安尼参加着安尼即边的即个音乐暗会，甲着即个伫咱主日的即个福音主日，伫遐来经历着主怎样伫遐来安尼改变一个人，互迄个原本咱看做无可能的，诚做可能。是咱有缘，咱嘛会通来选择，只有咱伫遐来观望，咱无有任何的作为。当咱伫遐领受上帝的话，入摆伫咱的心内时阵，咱会通选择，咱要选择改变，是要咱选择有缘，咱共款有缘，阁是安尼，咱讲安尼规层好好，规个人安尼，咱讲一层好好，完全无改变。咱会通伫迄中间伫遐来安尼拒绝主的邀请，继续留伫咧迄种挫败安尼。无安尼无气力，
连一点安尼尝试都无愿意去尝试，选择放弃，来伫遐来选择，咱尼讲退缩，伫遐来倒撇主耶稣的邀请。但是圣经内面安怎讲？圣经讲，若是安尼的人，毋通想要对主遐得到什么货。讲即款人免想要对主得到什么。改变人是困难的，所以像这个代志，互主耶稣来做。所以咱所需要是啥物货？简单的咱来做，就是邀请人来到伫即个音乐暗会，以及着即个国外节即个主日，咱的即个福音主日，咱伫遐来邀请人。邀请是简单的，咱毋免用着侪的心思伫遐讲我要怎样邀请。咱有当时做一个基督徒，有当时做到尾啊，咱会安怎？有当时咱伫遐有侪的迄款的邀语。伊原底本地邀请人是一个真简单的代志。如果你邀请一遍，安尼无法度，对方无法度接受，咱会通过来邀请第二遍、第三遍，不断伫遐来邀请，但是。咱有当时，咱是用伫咧迄款讲伫遐想讲，我当即声我若甲邀请，伊若甲我拒绝要安怎？所以咱甚至咱连邀请就无，咱就来开始伫遐来侪的想象，连做就无，拢无。咱伫迄个中间来伫遐来拍花圣神对咱的迄款的，伫咱内底迄款的感动。我相信今仔日伫上帝伫咱的心内，拢有。放伫个心内，有每一个人内面，拢有迄个想法，讲我想要邀请什么人来去参加即个福音主日，是到着即个音乐暗会。但是，咱到底有偌济人真正伫遐欢喜，伫遐来开始来邀请？当咱若伫遐邀请的时阵，咱就要看见主伊开始来做工。咱原底本地，咱感觉讲无可能的代志，但是因为咱。欢喜顺叹圣神伫咱心内，迄款的邀请，甲着迄款的迄个感动时阵，咱就要看见主伊怎样做一个无共款的代志，就是人要因为欢喜接受咱的邀请，咱会通伫咧中间有侪迄种负面的思考，是咱嘛会使用一个真正面的。咱伫遐不断伫遐来邀请人伫迄个中间，互因伫遐用欢喜的心，来甲咱同齐去听一场音乐会，互侪人因为因的心安尼来欢喜来去听即个音乐会，就上帝伫咧因的心内开始伫遐来做工。所以像咱教会最近一直不断伫遐来讲，咱伫迄个像讲咱伫咱的即个大岛涵内面。咱伫遐内面开始牵定着即个已经接受邀请的这个朋友，因伫迄个中间，咱开始为因祈祷，互这个人真正欢喜去到伫迄个中间来听即个音乐暗会，也是伫咧主日听咱的即个福音主日的即个分享的时阵，咱就开始上帝伊就伫咧迄个中间来帮助伊，互伊的心软。欢喜来接受主的福音。当咱伫咧邀请进前，咱需要做啥物款的代志？这也是一个咱需要去好好去想的代志。当咱伫遐上帝放一个人的名伫咧咱的心内时阵，咱所需要是啥物货？咱需要开始，毋是一开始就为伊来邀请这个人、这个朋友。咱所需要是开始去伫迄个中间。开始为着即个人来祈祷，咱毋是一开始咱就为伊来甲邀请，咱心内开始来将即个人的名放伫咱的心内，咱开始来求主来保守，来引带，来安尼软化即个咱的即个朋友，互伊当咱来去到伫伊的面前来甲伊邀请的时阵，伊欢喜来接受咱的邀请。咱开始会用安尼的祈祷，开始来为着咱的咱这福音的朋友，你所上帝放伫你心内迄款安尼的迄个负担，你就开始来为伊祈祷。
所以是安怎？咱伫咧咱的迄个大道行内面，咱的周报面顶，咱拢一直伫遐讲，咱爱伫咧互相大家，伫咧即个大道行面顶，为着咱所伫意的人来伫遐来大道。咱需要互相大家，咱毋是拢无任何的大家。迄个大家是啥物？毋是困难的，是简单的，就是为伊来祈祷。不断开始来为伊祈祷，互伊伫咧伊的心内开始，上帝圣神伫咧伊的心内开始有一个声音，伊欢喜伫咧中间来接受你的邀请。伊甚至你也未开始甲邀请，伊嘛毋知啥物人要甲邀请，但是有一个声音伫咧内面。当你甲邀请的时阵，伊的心内恍然大悟，原来就是你。伊就伫咧中间来欢喜接受邀请，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伫咧面对着咱会做遮的，咱的你看觅，咱伫咱规个台湾，咱总共目前若照迄落统计，咱差不多应该约略咱规个台湾的百姓，咱只有干那较精确的计算吼。咱应该是差不多只有干那9%的基督徒，伫咧台北拢会讲到15%。但是我用一个较保守的，干那差不多9%，甚至干那略过10%。你看觅，规个咱台湾有偌尔啊侪人也毋捌主，因伫咧中间，因伫遐敲找。迄个真神上帝，咱敢无迄款的责任？搁伫咧你的四周围有遐尔啊侪无信主的朋友，你对因拢无任何的感觉吗？搁伫咧咱的四周围，搁毋是干那你的朋友，搁有你偌侪亲人。但是咱伫咧迄个中间，咱要怎样来对因来传福音？有当时，咱会通看见讲啊，咱的性命。嘛无活出一个真好的见证，至到咱毋敢来向人传福音。但是今仔日，上帝互咱遮尔好的机会，借着即个爱在4月天安尼即个活动，即个音乐暗会，以及着咱的即个福音主日4月17号福音主日，有基督徒的艺人要来到伫咱的中间来向咱来分享，这是偌尔好的一个机会，毋免咱讲。是由别人来讲，咱只要邀请。搁咱爱知影的就是，要讲迄个性命的见证是偌尔啊困难的代志。我相信咱有咱中间有人，当你伫遐要讲到上帝怎样改变你的迄款的迄个性命的见证的时阵，有当时咱会感觉讲足难以启口，是安怎？因为迄拢是。过去咱的见笑大敢是，今仔日当咱伫遐要讲到咱的见笑大的时阵，但是却是因为上帝伊改变咱，所以我原底本底迄款的见笑的性命，但我即马因为主伊接纳我，伊改变我，所以我有一个新的性命，所以我伫众人的面前伫遐来欢喜的来讲。这是一个偌尔啊大的迄款生命的见证。今仔日，咱会通伫咧即个爱在4月天啊，将近安尼几百个吼，差不多将近100个基督徒，要到伫咱宜兰的即个现场，有人要伫咧迄中间，伫众人的面前来讲起着伊的过去，何况因是伫众人的面前是光鲜亮丽的艺人。伊要讲起伊的过去是偌尔啊困难。伫4月17啊，咱受分配啊，要有一个艺人叫做伊的本名叫做张可云，毋知影恁知影伊的艺名叫啥无？小甜甜啊，好，伊要到伫咱的中间来分享。我期待咱所有众兄弟。会通好好来邀请咱做遮个咱所伫意的咱的遮咱的亲人朋友
会通甲咱同齐来分享伊的生命的改变。我相信如果若有人知影小甜甜伊过去伊有一寡负面的一寡迄个消息，是讲伊伫咧伊做艺人的过程内面有迄个负面的迄个过去，但是伊后来伊接受主耶稣的即个信仰的时阵，伊的生命怎样改变？咱要看的，咱要听的是这个，伫咧一个真过去，互人有迄个负面的印象，当即个时阵，上帝怎样改变伊？这敢毋就是咱应该去听的，也就是应该是讲，咱过来伫咱的迄个生命内面，当咱要来人来传福音的时阵，咱会通好来大胆来讲出咱的过去，讲出咱的过去是怎样安尼袂堪哩。但是因为主伊改变咱，互咱的生命做一个什么款的改变？迄款咱的生命，才是有法度，互侪人的生命来伫迄个中间去摸着因的生命，来互因来欢喜，来接受主的福音。所以求主帮助咱，伫咧面对着即个安尼，即届咱的即个爱在四月天的即个音乐晚会，甲着即个4月17的即个福音主日，我会通期待咱大家人，当主放伫咱心内的迄款的感动，咱就欢喜开始有迄个行动，咱开始来去邀请，搁咱伫咧中间开始来因来开始分享咱家己的生命，邀请因来，人要讲出因的生命的改变，咱看人安怎做。咱才来开始来分享咱家己的生命，安尼嘛是一个真好的代志。咱过去咱毋知影要安怎甲人传，但有这样的艺人伫咧头前来，互咱一个安尼榜样，互咱来去学。咱伫未来，咱也有缘会通成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无搁再是一个咱干那不管干那逐礼拜伫咧教会内面伫遐接受。敢若一直不断入来，却是无法度分享出去。这款的生命是无法度互人的生命得到改变。咱家己本身嘛无得到改变，只有咱伫遐不断伫遐来讲出咱的过去，甲着讲出上帝怎样改变咱的时阵，当你讲出你的过去的时阵，你会用想象讲，搁过来，你会搁转去搁原得本地的生命无？袂。因为你已经伫咧众人的面前宣布你过去的迄款的生命，搁过来，当你若搁开始要搁转去走回头路的时阵，你有一个心内的一个声音会伫咧你的心内伫遐讲，你已经有甲人讲过啊，你已经甲人见证过啊。当你即个时阵，你就毋好搁踏转去原地本地的迄款的路，就安尼不断伫迄个中间，你会用想象讲。你的生命就法度不断伫遐来成长，因为你不断伫遐来有互你家己做迄款的警醒。我用一个上简单的例，就是阵李正传弟兄，伊安尼不断伫遐我去遐探访庆生团契嘛，伫遐不断伫遐邀请讲，期待伊会用去到伫家教内面伫遐来讲传迄个安尼传福音。李正传兄弟，伊已经伫咧家教内面关几年？25年。伊的生命对伫一般咱来看，伊迄是一个已经是咱讲已经是咱讲等于是像废物一样。但是伫主来看，却是无共款。当伊后来伊假释出狱了，伊上惊的代志就是啥？搁重新转去。所以伊惊讲，我伫咧迄个中间，我若确实转去到伫即个家教底下来分享着伊过去，上帝怎样改变伊，伊安怎接受主耶稣，后来伊的生命的迄个改变，结果过无偌久了，换伊搁转去到着去家教内面，甲遐同学搁重新重新做同学的时阵，
伊讲我安尼，我无法度面对主上帝，所以伊毋敢伫迄个中间来伫遐来见证。所以你看嘛，伊是安尼伫遐来警醒伊家己，所以伊伫遐呢一步一步安尼倚靠主伫迄个中间。虽然生活真艰苦，但是伊却是安尼一步一步倚靠主、跟对主，性命是安尼改变。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来好好，尤其是你若看见你的四周围有迄个你的朋友你的亲人，你的厝边，伊的性命，你感觉讲伊迄个性命是需要主的，你搁较是需要邀请伊来听见上帝怎样改变人。迄个人伊的性命要因为你安尼一点点的邀请，伊就性命要得到改变。所以求主帮助咱，也请咱同工麻烦同工把我 PPT 往下不是到跳出，因为太多页了。这个是我下个礼拜再来分享这个部分，直接到问题。嘿，好。所以牧师伫咧这个所在有3个问题，要来互咱好好来去思考。耶稣用什么款的比喻来说明圣神的工作，甲着咱愿意改变的关系？咱愿意伫迄中间凡事伫遐谦卑，倚靠圣神来改变。第二，咱伫咧即个末后的即个世代，就算讲是遮个听主的基督徒，咱嘛会因为无小心，也会伫遐不知不觉活伫咧即个巴比伦属世的即个体系。就是为着家己，为着倚靠家己，满足家己迄款体，咱要怎样伫迄个中间来伫遐警醒，来伫遐来避免？第三，为什么迄个观念、迄个改变会影响咱规个人，佮带来迄个性命迄款的改变，甲着迄个生活的改变？咱伫咧即个生活中，咱敢有活伫咧迄个正面的积极的迄款的改变的内面？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搁一摆重新来思考，互咱伫咧面对着咱的性命，咱会通不断伫遐来反省，咱敢有活出主爱咱活出迄款的关系，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主你互阮有安尼一个机会，主你借着侪遮基督徒的艺人。要来到伫阮宜兰，要来分享因的生命的见证。主啊，阮也期待阮四周围侪阮的遮个同胞，阮的亲人，阮的厝边，因的生命会通也有缘会通得到改变，互因的生命是真做一个得到主的祝福的迄种款的生命。但求主帮助阮、怜悯阮，互阮伫咧面对着阮侪遮个同胞、阮的亲人戚友的时阵，因的生命，阮伫咧毋知影要怎样好的时阵，主啊，求主帮助阮，放伫阮心内迄个感动，阮会通真正实现来做出来，互阮无拍花圣神伫阮内心内面的迄款的感动。乃是阮勇敢欢喜来邀请着遮个阮的亲人、阮的遮个朋友，互因也有机会甲阮会通分享着主你的疼，甲着主你的福音的迄款的真要紧，迄个生命得到改变的福音。愿你的神不断来做工伫阮众人，互阮会通来互侪人，因为阮安尼小小的邀请因的生命来得到改变，也阮也伫迄中间要经验着主你怎样来改变阮，来引导阮，来提升阮，互阮成做一个凡事拢互主你伫阮的生命内面掌权作王，互阮所做的每一件代志，拢是要互主你得到一切荣光的一个生命。祈祷拢上过做基督圣名，阿们。请咱同心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173首，圣诗第773首，恳求永活主圣神，请咱起立。
请坐。即时咱同心来奉献，请李恩清执事、李恩兴执事来施献。起立。请坐。好，咱先来读今日的经句。经句记载伫周报的第3页吼。现着咱做伙来读。新酒着日伫新批地。好，即时要来迎新报告，毋知今日有新来的朋友伫咱中间无？哦，那个有新人，庄训甲祖威，昨天营长会结婚礼拜吼，请因起立，咱拍谱仔来欢迎新人。好，多谢，请坐。好，即是咱来看周报的报告事项。第1点，本主日礼拜了后要召开奖学金委员会甲中执会。第2点。本会杨清祥弟兄伫17日中午安孝主怀，告别式只邀请至亲参与。林牧师要代表教会前往致意，加上嘛真多谢咱用教会兄姐伫宜兰的期间对因的照顾甲关心，愿上帝灵来亲自安慰慰助。第3， 4月初3当日的主日礼拜合并清明追思信仰先辈。所以后主日是下长礼拜。第4， 4月初10中秋主日当日举行圣礼典，并颁发圣地奖学金。第5， 4月16暗时7点，伫宜兰县立体育馆举行“爱在4月天，爱家就幸福”的公益演唱会。迄项有我买100位的基督徒的艺人要参与，互因见证。欢迎咱的兄姐当邀请朋友做伙参加。本会当免费登记提票，
吼，所以若是讲有需要的，会当甲办公室才来登记你的姓名、你的电话，搁有你要爱的门票数，吼，才会记哩。大会以外的小朋友是无法度入去会场的，所以一定爱有爸母甲伊做伙，会当坐伫室外遮，吼，啊，毋过坐伫外口嘛是爱门票，所以爱记哩甲办公室遐登记。第六，4月17日，伫本会是福音主日，当日是基督徒艺人张可云，艺名是小甜甜，伊要伫本会分享性命见证。欢迎咱的兄弟会当邀请朋友做伙参加。第7，鼓励兄弟会当邀请你有负担的福音朋友参加4月16、17 2天的福音见证暗会，以及伫本会福音主日，嘛从恁要邀请的福音朋友的名，吼，甲宣教部的长老真正讲，教会为遮的朋友做伙来代祷提名，吼，希望透过即2个福音活动，会当为主来赢搁较侪得救的灵魂。刷来，咱来看具体消息。30日暗时6点，宜兰县基督徒联祷会要举行爱在4月天第3摆的筹备会，林牧师甲宣教部长老曾正公要代表本会来参加。毋知牧师遮有补充的？来兄弟平安。咱即个最近的即个活动，就是上主要就是放伫咧即个爱在4月天，甲着咱的即个迄个过活节的即个福音主日的部分吼。伫咧这中间请咱会记就是迄个入场券吼，已经到啊吼。咱先大会先讨100张吼，无够大会佫继续互咱吼。但是有一个真要紧的，就是伊迄个伊室内部分总共只有敢若1700位的座位，所以若咱摕到票了后，你若想慢到吼，1700位入去无，你剩的你着敢若用坐室外。所以提醒咱吼，就是讲爱迄落提早到吼，提早到，若要参加的人提早到，咱尤其是邀请着朋友，期待因会用伫咧室内的内面，所以咱若是有邀请朋友，咱着应该搁较提早邀请伊同齐去吼，会用坐伫咧室内，因为你伫咧室内部分第一个就是当因第一个会用真就近来看，过来就是会通，互因当因伫咧迄个咧像讲咧呼召的时阵，会通伫咧室内面，会通做更较好的服侍。咱教会部分犹原共款嘛，总共需要受大会的迄个邀请吼，咱需要有15位的同工来参与伫咧迄个服侍的同工内面。我听正光长老咧讲吼，目前只有敢若伊。即马目前敢若有邀请到4位，你若是欢喜要参与伫迄个中间，像做迄个同工会通甲着正光长老来迄个来甲伊报名吼。咱受大会的即个邀请，总共咱需要安尼有15位的即个同工参与伫咧即届的即个大会的即个工作，迄个做招待，甲着甚至是后壁的会后陪谈。的即个工作，所以后礼拜牧师会去讲到，咱要怎样甲人做陪谈，期待咱会通伫咱日常生活中，咱就会通不断来甲人做陪谈，以上。好，咱即是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即是请你听阮的祈祷。阮为着乌克兰来祈祷，求上帝保守即个国家的子民。真侪人伫战乱中失去因的家庭，嘛失去因的生活。求主做因的帮助，亲自安慰，用你的大宽能平息战争，嘛互发动战争的国家空空转去。即时，阮也为着释教70周年教会献动的意向献上祈祷，求主互阮有合意的心，
来看见主你要互阮看见的意象。阮也为着爱在4月天来祈祷，特别为着要来本会做性命见证的艺人张可云来祈祷。求主，互伊所分享的见证，会感动咱所有会友的心，互搁较侪人来跟对你。阮也为着教会身体欠安的兄弟来祈祷，求主来医治、保守、甲看顾，嘛求主保守教会众兄弟姊妹，时常有主内的平安甲喜乐。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咱做伙来吟上言390首《阿老天父万福本愿》。临时煞要请林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已经成圣。不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成伊。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避讳。